油價暴漲引致非法加油站成行成市。堅雜誌本月4月24號報導，喺昂船洲昂運路發現多個非法加油站。呢一啲頗具規模嘅路邊加油站，由滿載油渣嘅運油車分別接駁多條油管同油槍，為前來車輛提供入油服務。堅雜誌記者日前再到昂運路油站黑點視察時，發現幾個入軌油嘅油站已經偃旗息鼓，人去物空。平日停泊喺路邊嘅運油車未見出現，現場就遺留大量嘅雜物，譬如台凳、空膠樽、滅火筒同埋工業用嘅手套。消防處回覆堅雜誌記者話，消防處喺2026年春季，即係1月至3月，搗破咗76宗有關非法燃油轉注嘅活動個案，對比2025年同期搗破嘅18宗個案，上升咗322%。而就昂運路一帶，消防處喺2026年嘅首季，亦都搗破咗3個流動非法加油站，共檢獲約14000公升嘅柴油。多名涉案人士因涉嫌違反有關規例，將會被檢控。同時，消防處已經將所有涉案嘅柴油檢走，並會向法庭申請充公。